咁多位朋友，雙十一大戰咧，我哋大獲全勝，將掌聲送俾最搏嘅自己。嗱，作為呢個 team 嘅商務引擎兼創意總監咧，有呢個成績，意料之中啊，係咪先？嗱，為表家長咧，我決定親自下廚，同大家整一道米芝蓮，唔係奧斯卡級別嘅星爺同款黯然銷魂港式煲仔飯。咁啊，咁開心，我就整翻道媽咪嘅拿手好菜葡國馬介休。食完咧就好似聽到媽咪叫我翻屋企。哈，你們很會點嘛？那本小姐當然也不能認輸啊！今天就讓你們見識見識，什麼才是真正的閩南菜系佛跳牆。哎，廣東仔，那你做什麼？當評委嗎？我梗係坐鎮壓軸登場，整翻個鹹香回甘，瀨晒碗都唔捨得嘥嘅辣味炆筍乾。咁事不宜遲，我宣布大灣區廚神爭霸賽正式。哇！阿廣哥你好厲害哎！怎麼什麼都有？海參我的，鮑魚我的，魚膠都是我的。Excuse me， 煲仔飯嘅靈魂，靚臘腸。哈，史威廉，你搞偷襲哦！你不講武德哦！謝咩？馬介休。威廉，放低包臘腸。阿貴啊，你隻鮑魚跌咗落地啊！仲有屋企妹，你開錯咗啦，嗰個係飲品雪櫃嚟㗎。KO！ 痛到我啊！不過話時話，我喺廣州買嘅臘腸，竟然係香港出口㗎。哎，香港出產的貨哎，但是下面的原產地又寫是廣東湛江哦。咦，阿廣識貨喎？呢包臘鴨咧都係港產名牌嚟㗎。奇怪啦，我廚房啲臘味海味明明係廣州買嘅，上面寫住香港製造、香港公司喎。一國兩制之美味奧秘，就等我 William 嚟同你解鎖啦！香港地咁細，邊度有咁多豬嚟整臘腸咧？邊度有咁多大漁船嚟同我哋捉魚捉蝦咧？冇可能噶嘛，係咪？嗱，我哋啲靚料、豬肉、海產、冬菇等等呢啲，9成9其實都係內地嘅兄弟姊妹們供應俾我哋嘅。地大物博，產量勁，成本低，香港漁船仲可以直接開去內地漁港收靚貨添。呢一個就係一個嘅強大後盾啊！啊？我幹嘛不直接在內地加工啊？他跑去香港這麼轉一圈，下下。No， 香港係自由港嚟㗎，關稅獨立區。我哋加工好之後咧，貼上香港牌嘅靚貨，出口歐美日韓，分分鐘啊，關稅仲低過內地牌直出添啊！全球食客見到 Hong Kong Quality 呢個金漆招牌都放心買啦。內地靚料咧，經過香港呢個超級加工廠加國際跳板，身價保障，行銷世界。呢一個咧就係兩制嘅獨特優勢啦。哦，即係話內地提供好靚嘅原材料，香港負責加工、提升品質、把關標準、包裝品牌，再加埋佢國際貿易網絡同稅務優惠，將產品 sell 勻全世界，甚至乎賣翻內地俾我哋食，好聰明嘅分工啊！一國根基穩，兩制優勢顯，廚房嘅臘味同海味咧，就好似我哋大灣區，甚至係全國產業鏈嘅融合、優勢互補嘅縮影。唔係嘅話，我哋點會煮出咁和味嘅大鍋飯啊？靠北啦！我放太多材料到壓力鍋裡面，結果跳閘了。現在佛跳牆真的跳牆了啦！人家的佛跳牆沒有了啦！我的佛跳牆放廚房啊！香港喺一國兩制裏面咧，一個非常之突出嘅優勢咧，就係自由港嘅地位。我哋咁樣睇嘅，
雙向嘅。一個方面咧就係開拓新市場、新資金來源，包括中東、包括東南亞。另外一個方面咧，亦都係助力我哋內地企業出海，去佈局佢嘅供應鏈、產業鏈。譬如最近你見到咧，寧德時代嚟上市，咁其實佢籌嘅錢有90%咧係用喺去匈牙利嗰間廠嘅建設嘅。咁呢一個用香港籌集資金嚟到支持海外業務發展咧，我哋覺得呢一個發展模式咧，對於好多內地嘅私人企業，尤其是一啲中大型嘅私人企業咧，係非常之有用嘅。佢哋都覺得咧，喺香港聘用香港人，支持佢哋出海，用香港個團隊咧係非常之幫到手，因為香港畢竟咧比較國際化，同埋我哋呢度匯聚嘅人才，除咗我哋本地，亦都有唔同地方嚟嘅人才。我相信香港係一個即係高度開放嘅城市啦，經濟上邊係啦，咁同埋係一個自由港啦。咁其實我相信政府喺過去幾年都積極開拓中東啊，或者係一啲東南亞市場。咁所以我覺得對香港嘅金融啊，或者係成個市場嚟講咧係有信心。我哋國家即係生產一啲貨品去銷去美國，其實係可以令到美國製造上面嘅成本係降低嘅，所以佢其實對於佢哋自己嘅美國人嚟講，係購買一啲貨品，其實可以用更加相連嘅價錢去購買。我哋香港作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啦，亦都經歷咗好多次金融海嘯或者不同嘅情況嘅金融嘅起跌啦。咁我覺得我哋香港有足夠嘅實力同埋經驗，對於我哋香港嘅或者國際一啲投資者咧，我相信都會有信心。